國際消息來關心，羅西亞甲烏克蘭最近是佇咧烏海附近咧互相轟炸。那損壞羅西亞的海軍基地，佮影響到烏克蘭的農產品出口，甚至是引發全球的糧食危機。聯合國佮指出講，7月份佇烏克蘭境內百姓傷亡的人數是創下開戰以來上懸的紀錄。透過衛星的畫面，會當看到羅西亞烏海港口諾弗羅西斯克受到烏克蘭無人機甲飛彈大規模攻擊，大型糧食碼頭袂當運作，陸烏雙方佇烏海繼續蹦來蹦去，加上烏克蘭農民大豐收，嘛無地通賣。Найстрашніше зараз те, що це зерно немає куди дівати. І сьогодні з блокадою, яку робить Росія нашій Одещині, нашим портам в Одесі, через які ми вивозили близько 4,5 мільйонів тонн, це для всіх аграріїв пряма катастрофа. 烏克蘭因為安尼提起烏海停戰，才免引起全球糧食危機。只是戰火毋但影響到糧食的出口，平民也繼續受害。敖德薩的客運火車，閣再受到羅西亞無人機的攻擊，火車頭着火，乘客趕緊疏開，而且造成司機人員等等的死傷。聯合國強調，7月烏克蘭平民死傷的人數創2022年3月以來新高的紀錄。At least 437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2,610 injured in Ukraine in July, which is a 30% in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month and a 70% increase compared with July 2025. 對着羅西亞繼續針對基礎設施，也閣有主體區進行無差別的攻擊，無辜百姓的苦難愈來愈大。烏軍防空系統面對真大的考驗，佇拿查大量羅西亞無人機甲飛彈了後，愛國者飛彈的庫存已經特別用了。烏克蘭緊急甲美國討買買，希望會當量查補足防空戰鬥能力。公視新聞陳偉玲、吳其昌編譯。